中国放调讲要全世界追捕民进党立委沈碧荣。今仔日呢，这福建泉州公安局也大告示，被收集网称北京万南龙违法犯罪线索，甚至有检举的奖金，那准换作是台票，差不多是100万。但是陆委会就讲，这中共又搁伫遐做戏啊，故意制造台湾内部对立矛盾，呼吁台湾人就爱搁较团结的。 我要反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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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攻大陆去，解救全中国的老百姓，实现三民主义。透过歌曲发讲要推翻共产党，歌手万南龙加网情北京，今年3月先互中国各大班机报时带头的拍手。13国去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发布赏金通告，公开本名身份证字号者的告知，要对外订入2个人违法犯罪线索，各看情形提供5万至25万人民票。他悬赏是做样子，然后也制造台湾社会。 内部的一些对立跟矛盾。陆委会提醒，若是连台湾各地都无团结，安尼中共企图就会成功。行政院表示，这种跨国顶压的野蛮行为是所有民主国家拢袂当容忍的。目前当伫甲国际社会合作，共同防范。万南龙是透过社群回应，风愈大，家己爱徛愈在，啥嘛无法度强迫。北京是笑讲，原来我嘛变沈碧荣。They also warned me just few days ago and said that I could face a global arrest if I travel abroad. And yet I'm here, I'm sitting here in Germany, and speak for my study, to speak for my country, to speak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. 进前才互中国放调全球捕猎的民进党立委沈碧荣，12日伫德国国会出现，伫听证会以专家证人也加立委的双重身份，分享独裁国家安怎利用假消息破坏民主体制。外交部长嘉良表示，中国想要互每一个人心中有红色恐怖，不过爱知影有一寡国家无风险，因为中国嘛无法度管遐宽。 中共那一套东西是要有一些前提，而且它执行下去会产生非常对它致命的伤害。第一个，它要透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去发布所谓通缉，那你用什么名义去通缉？好，第二个，你要所谓去引渡，你要引渡条约，好，要有司法互助。 好，这些相关的条约，而且你还有他国内法，当地国也认为说它是个犯罪行为才有用的，对了。对于各台办讲，今日接受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明年伫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活动，外交部搁再声明，南方1991年入会名称是中华台北，陆委会搁示警，2014年嘛同款伫中国北京举行，当时担任总统的马英九准讲提醒有9日共识，不过中国立场根本无放零，明年中国敢会要求搁较济，南方必须搁较积极面对。记者采访报道。